大家好，我是于小慧。今天呢，我带你们来到了川西线上的木雅大寺，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里的海拔是3000，我到现在还在喘，3600多。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这里？因为呢，有一位达吉师傅是我们大家的朋友，他召集了我们所有人一起来为这一次的就有8位僧人，他们闭关了3年3个月，今天要出关，然后来做一场拍摄，并且呢来见证这个奇迹。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在木雅大寺的门口。今天我们要迎接闭关3年3个月的僧人一起出关。然后昨天晚上呢，我们大家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今天会下一场雪，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塔公草原跟木雅大寺就会成为雪白一片。想不到昨天晚上竟然真的下起了大雪，一群人的心念跟这个愿望都成真了。此刻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天还没亮，我们就来有6个摄影师，大家一起来这里把机器准备好，准备等待僧人的出关。现在此刻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冷，然后穿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天在木雅大寺，雪落在地上，风落在人身上，我们站在人群里，一边跺脚一边寒冷，呼出去的每一口气都是白的。身边还有当地的藏人，也有零星赶来的游客，人很多，场面很大，可是所有人都像在等一件很重要的事，像雪山知道，经幡知道，连风也知道，这一刻不该被轻轻带过。因为我们等的是8位喇嘛3年3个月闭关之后的出关。门开了，就在那一瞬间，号角声响了起来。那个声音很长很沉，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穿过风，穿过雪，也穿过每个人的呼吸。如果说雪让天地安静，那么这一声号角就是把3年3个月的沉默轻轻唤醒。我忽然想起一句话：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只是那一天，回想在山谷里的不是人语，是时间。8位喇嘛缓缓走出来，没有谁高声说话，可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跟了上去。你很难形容那是什么感觉，像一条很长很长的路，终于走到了光里。原来所谓出关，不是从一间屋子里走出来，而是从漫长的岁月里，把自己一寸一寸地带回人间。而真正让我镇住的，是他们走出来之后的那一幕。闭关室门口放着一盆水，是前一晚就摆在那里。高原的夜太冷，冷到第2天清晨，水面早就结了冰。这时候才有人走上前去，把冰一点一点地敲碎，咔咔咔，声音不大，却格外清脆。像敲碎的不是冰，而是我们平常那颗太习惯喧闹的心。然后毛巾被浸进冰水里，吸满寒意，再被拧起。下一秒，那条冰冷湿透的毛巾就这样披在喇嘛赤裸的上半身。那一刻，我们这些裹着厚衣服站在雪地里不停寒冷的人，忽然都安静了。原来真正的修行不是看不见风雪，而是风雪明明落在身上，心却依然不起波澜。我也忽然懂了那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以前读来只是诗，那天看见了才知道它也是一种人生。后来人潮慢慢跟着往前，有藏人双手合十默默地走，也有游客收起声音，收起脚步，只安安静静地跟着。所有人都跟着8位喇嘛从闭关室一路走向大殿。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可以能够见证到这一刻。现在呢，师傅们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身上披着冰水的衣服，我们继续迎接他们。那条路其实不长，可你走在里面会觉得很远，脚下是雪，被踩得咯吱作响，耳边是号角低低的回荡，头顶是经幡被风吹得猎猎翻飞，眼前是8位喇嘛缓缓向前的背影，身后是一整片安静下来的人潮。那一刻你会忽然明白，原来有些力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它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足够让所有看见的人跟着沉默，跟着动了。更神奇的是，等走到大殿的时候，那条原本冰冷湿透的毛巾竟然已经干了。像一路走来，风没能把它吹透，雪没能把它留住，反而是身上的热把所有的寒意一点一点化开。于是又有人把毛巾重新放进冰水里，再泡湿，再一次披回喇嘛身上。那一幕真的很难忘。
像是把整个冬天都披在了肩上。可他们依然平静，依然安稳，而我们在雪地里寒冷的人，却在那一刻第一次明白，有些人的坚定不是因为他感受不到冷，而是因为他的心比冷更定，比风更稳。以前总觉得信仰是一个很远的词，可那天在木雅大寺，我第一次看见信仰原来不是高高在上的2个字，它是号角响起时山谷里的回声，是冰被敲碎时那几声清脆的裂响，是湿毛巾披上肩头的瞬间，是人群不约而同的放轻呼吸，也是巴维拉玛一步一步走向大殿时那种不疾不徐让人心头发颤的安定。我们想问为什么要修这个大圆满？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帮助？